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位於跑馬地樂活道12號嘅豪宅樂天峰。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高層嘅單位，望翻維港景同馬場景嘅。咁呢個單位咧業主咧屬於蝕讓嘅個案。大家睇下呢個單位有咩咁筍？呢個高層嘅維港景單位，除咗望到馬場之外，維港景九龍半島中環山頂一帶一覽無遺啊！可以話係180度嘅闊景。下低咧就係全馬場景，山頂嘅司徒拔道同埋跑馬地都一覽無遺啊！呢個高層單位實用面積有1280尺，採咗3房1套嘅設計，另外仲有露台、工人房同有蓋嘅車位添。呢個就係客廳嘅位置，連接住一個觀景嘅露台。飯廳嘅位置，而飯廳呢一隻窗呢，望返大球場同埋渣甸山一帶。主人房嘅位置，主人房除咗望馬場景同維港景之外咧，呢一邊咧仲有隻窗望返跑馬地一帶啦，同埋渣甸山。主人房嘅浴室。第二個房間，呢邊呢有一組寫字台同埋衣櫃。第三個房間，望返大球場渣甸山嘅景觀。呢個呢就係浴室。廚房嘅設計，廚房旁邊有一隻 L 型嘅落地玻璃窗。廚房嘅位置，樂天峰位於樂活道東半山地段嘅位置，交通非常之便利，5分鐘開車就可以到達銅鑼灣嘅啦。戶戶都有露台，望返跑馬地同維多利亞港嘅景觀。單位嘅總數有76伙，15年樓齡。校網係家長夢寐以求嘅小學12區校網，中學灣仔校網。一個咁高層嘅優質維港盤可遇不可求。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